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 Endowus 嘅2025年度回顧。今日咧，我哋有請到我哋嘅投資總監陳志敏 Jasmine 嚟同大家一齊分析同埋講解一下上年回報啦，同埋2026年嘅展望嘅。咁我哋好快脆同大家去到下一頁，分享一啲免責聲明同埋風險披露先。咁喺開始之前啦，如果係大家係一啲未有 Endowus 平台帳戶嘅朋友啦，又或者新接觸我哋平台嘅話咧，就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公司嘅平台。我哋 Endowus 咧係亞洲真正一個獨立同埋冇利益衝突嘅財富管理平台嚟嘅，而我哋咧就係旨在用一個科學化嘅投資框架啦，提供俾各位客戶一個投資級別嘅投資產品。同埋收費咧係非常之低，同埋一個透明嘅收費嘅，嚟去俾大家一個更好嘅一個投資經驗啦，去獲取一個更美好嘅人生。大家咧亦都喺下面會見到我哋公司其中一啲嘅股東嘅支持啦。咁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就係一啲大嘅一啲財團同埋金融機構，包括就係 UBS、Citi 同埋 MUFG 嘅。咁另外亦都有騰訊最大股東 Prosus 啦。同埋新加坡政府相關嘅機構 EDBI 又或者叫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嘅。咁去到下一版，而我哋公司咧提供嘅產品咧，最主要都係同世界最頂尖嘅基金公司去合作。咁而家咧，其實我哋已經同超過100間公募同埋私募市場最頂尖嘅基金管理公司合作。大家喺下面咧會見到其中一啲嘅基金公司嘅名稱同埋佢哋嘅 logo 啦。而佢哋集合啦，亦都管理住超過30萬億美元嘅呢個總資產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個非常之廣闊，而亦都係非常之優質嘅投資產品咧，俾到各位。去到下一版。咁喺產品之餘啦，我哋嘅投資建議嘅框架上面咧，都係用一個叫做目標導向同埋一個以資產配置嘅方式咧嚟提供我哋嘅投資建議嘅。大家會見到啦，我哋最主要咧就會分短期、中期同埋長期嘅一啲投資目標咧，而作出一啲相應嘅一啲配置啦。喺短期嘅投資目標方面咧，通常以一啲現金管理嘅投資產品為主。而中長期咧就會以一啲股債混合啦，又甚至乎一啲私募市場同埋對沖基金咧，作為一啲資產嘅配置。咁而去到達至一個總資產配置喺唔同嘅市場同埋唔同嘅資產類別咧，都可以因應你嘅承受風險承受能力、你嘅投資目標同埋你嘅流動性嘅需要咧，可以進行一個適合嘅配置嘅。咁喺呢度咧，我都可以將個時間交俾Jasmine。去同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市場嘅回顧。咁喺呢度將個時間交俾 Jasmine。好，唔該晒你阿雲。咁喺我哋首先未講到我哋Endowus 嘅一啲投資組合嘅表現之前咧，都想同大家重溫一下其實2025年嘅市況啦。咁呢一個 slide 大家可以睇到咧，成個成個全球嘅一個地圖，咁都係想 show 俾大家睇，其實2025年咧喺股票市場咧係一個表現相當唔錯嘅一年嚟嘅。咁綠色咧就表現過一個地區咧有一個正回報嘅增長。咁你會見到絕大部分嘅地區咧，其實嗰個回報咧都係綠色嘅。咁中間只有一個好細嘅紅色嘅一個部分咧，就係泰國啦。咁泰國今年嘅政局不穩，2025年嘅政局都唔係太好啦。咁都令到其實佢整體嘅股票市場表現咧就比較遜色啲。咁但係你見到，不論係中國啊、美國啊、歐洲啊，好多地區咧，其實都有雙位數嘅回報嘅。咁如果我哋仔細啲 zoom in 去睇一睇美國股市嘅走勢啦，咁因為我哋都會見到其實市場好多嘅表現啊，嗰個市場嘅反應咧，都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同美國嘅一啲事件大事有關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呢一個圖嘅話咧，其實就show 到出嚟咧，2025年咧整體嚟講咧，嗰個市場咧都係非常之正面嘅，一路上升緊。咁
當中咧頭嗰4-5個月咧的而且確咧係比較波動性比較高嘅。咁remind 翻大家啦，可能都記憶猶新㗎啦。其實舊年一開始年頭嘅時候咧，有一個比較震撼市場嘅一個消息咧，就係呢個 DeepSeek 嘅登場啦。咁令到其實整體嘅大家對於人工智能呢一個板塊嘅股票或者唔同嘅公司嘅升幅嘅期望咧，突然之間有啲衝擊啦，就覺得咦，原來一個低成本嘅模型個表現都相當唔錯喎。咁係咪仲有一個咁大嘅空間去投資一啲即係更高質素嘅晶片，更高技術嘅晶片喺美國嘅股市度咧？咁當中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一啲股票好似 Nvidia 咧，其實最差嘅一日咧表現咧，曾經試過跌17%添。咁嗰次事件之後咧，其實嗰個整個科技股嘅板塊咧，其實都有一個明顯嘅回調嘅。咁當個市場慢慢消化咗呢個消息之後啦，再真係睇一睇整體市場其實對於晶片啊，對於人工智能呢個技術嘅需求咧，其實依然係非常之大嘅。咁影響唔到其實嗰個所有呢啲公司嘅一個發展嘅升勢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跌幅咧好快已經受控啦，甚至慢慢緩和翻，亦都慢慢恢復翻佢哋嗰個表現。咁但係呢個時間咧，亦都第二波咧，亦都好快嚟到啦。咁就係呢個關稅戰。咁所以見到咧3-4月嘅時候咧，市場有一個大跌嘅。咁呢個大跌咧，就當然係觸發咗大家好多投資者嘅擔心啦。咦，係咪真係整個世界嘅供應鏈會完全地崩潰咧？咁甚至乎亦都有唔少分析師會擔心，即係呢個市場嘅衰退。咁但係咧，隨住之後好多輪嘅談判咧，其實亦都發現最後嗰個結果咧，亦都唔係想像一開始嘅公佈咁樣咁嚴重嘅。咁所以你見到4月之後咧，其實個市場我哋叫做 V-shape 嘅反彈啦，都嚟得好快嘅。咁及後之後咧，其實下半年嘅市況咧，亦都非常之唔錯嘅。咁第一就帶動咗其中一個帶動呢個升勢嘅咧，就係依然整體嘅企業盈利咧係非常之強勢，我哋叫做一路嚟講，我哋都見到嗰個盈利嘅增長咧，依然係維持雙位數嘅一個百分比嘅升幅啦。咁所以都係一個比較樂觀嘅一個情況嚟嘅。咁而第二個激發到市場依然有一個咁好嘅升勢咧，就係市場喺大概8月開始啦，其實都進行咗3次嘅減息。咁都利好咗成個投資氣氛啦。咁所以美國股市咧喺2025年嘅表現咧都有大概17%嘅增長嘅。如果我哋用標普500去作為一個benchmark 去計算嘅話，咁頭先都講過啦，其他嘅國家表現咧其實一啲都唔遜色，甚至乎絕大部分咧亦都係跑贏咗美國。咁但係如果我哋呢度咧再重溫一下幾個即係主要嘅主題啦。咁2025年咧都係 AI 嘅帶動啦，關稅嘅影響令到整體喺第二個季度嘅時候咧個波動性好大啦。咁關稅亦都令到觸發起大家可能會將嗰個投資可能轉移翻多少少其他嘅市場，就唔係單單依靠美國嘅市場啦。咁貴金屬咧，亦都因為頭半年咧，其實亦都有第二個現象，大家可能都會有留意到㗎啦，就係美元亦都貶值咗大概10%左右啦。咁呢個都令到好多投資者咧開始將自己本身嘅美元資產咧轉移去一啲美元以外嘅資產咧，就係例如貴金屬啦，或者係其他市場嘅投資啦。咁而第四個比較大嘅關鍵咧，就係第三、第四季嘅一個降息嘅。咁如果我哋睇翻美國以外啦，頭先睇過啦，股票市場其實2025年都非常之暢旺嘅。
咁呢度就會睇到咧，一個對比喺5個唔同嘅市場，咁包括美國啦、歐洲啦、日本、中國、新興市場同埋亞洲地區，日本以外嘅一個股票市場嘅回報。咁其實見到Q1 即係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咧，其實嗰個排名咧都有幾大嘅差別嘅。咁就原因就係頭先都有講過啦，因為成個市場由第一季開始咧都有唔同嘅事件發生咗。咁中國市場咧其實喺頭幾季都表現得唔錯嘅，咁一路都領先住一個全球嘅股票市場啦，其中一個比較表現得好嘅。咁但係我哋見到第四季咧都有一個即係回吐嘅跡象啦。咁但係若果我哋睇翻紅色框框嗰個咧，睇翻2025年嘅表現咧，其實依然咧係表現得唔錯，係排第3位嘅25%啦。咁你會見到的，而且個今年咧一啲美國以外嘅市場咧都係有一個叫做追趕上嚟嘅 catch up 翻美國之前24、23年嘅一個升勢，就變相咧美國雖然頭先我都有提過啦，表現相當唔錯，升咗17%，但係反而喺2025年嘅排行榜入邊咧，佢係屬於最低嗰個嘅。咁如果我哋再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分析股票市場嘅話，去睇下唔同板塊、唔同行業嘅回報咧，我哋發現亦都有一個類似嘅情況啦。就過往2023、24年咧，比較真係大家都會經常提及 Max 7啊，一啲資訊科技啊，同埋電信業咧，經常都排喺榜首嘅時候咧，發現今年嗰個情況就唔同咗啦。咁會見到咧，反而排第一位嗰個咧就係24年包尾嗰個原材料嘅板塊。咁其實大家都相信咧唔會太過意外嘅，因為咧喺我哋成個人工智能 AI 嘅一個發展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一個升勢底下咧，其實佢嘅發展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咧，都需要好多其他嘅基建措施去配合啦，或者 hardware 上面啦，一啲我哋亦都好需要可能晶片上面嘅生產啦，好多呢一類型嘅發展，呢一類型嘅業務咧，其實咧都會涉及到對原材料嘅需求㗎。咁所以見到咧，其實今年咧一啲同基建同一啲供應鏈相關嘅一啲板塊啦，例如工業類啊、原材料類咧，其實都表現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除咗你話喺每個地區以外咧，其實板塊上面咧，我哋都有見到佢係叫做擴展咗，唔再係之前非常之集中於個別資訊科技行業同埋美國一個市場啦。咁講完股票市場啦，咁我哋睇一睇債券市場。其實2025年依然係表現得非常之好嘅一年，就唔係淨係股票市場受惠嘅。咁主要2個原因，第一就係受惠咗幾次嘅減息啦，第二亦都係受惠於咧，其實主要嚟講企業盈利增長，公司表現得好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帶動呢個信貸息差咧去收窄嘅。咁兩者加埋咧，其實咧都會係利好咗債券市場嘅回報。咁如果我哋睇翻呢一個slide 嘅話咧，會見到其實榜首咧就係新興市場啦。咁的而且個新興市場嘅表現咧會更勝一籌。咁當中其中一個原因都會係大家嘅資金之前有講過啦，即係喺美國以外都想做一啲即係 diversification 一啲分散風險嘅一個配置，咁就多咗去新興市場嘅配置上面啦。咁而一個傳統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穩健嘅一個segment，就係呢個投資級別嘅全球投資級別嘅債券，就係排第2位嘅，都有一個雙位數嘅增長。咁的而且確係一個比較突出嘅一年嚟嘅。
咁最後我哋都提一提啦，即係其實除咗我哋講話舊年減咗3次息啦，咁其實減息主要影響咧都係一啲近期少少、短期少少嘅債券嘅。咁而一個長期少少，即係講緊20年以後嘅債息咧，你會見到喺左手邊啦，呢個圖會睇到其實都個升跌幅咧係冇乜係好窄嘅，咁甚至乎即係近呢幾個月咧，第3、第4季咧，甚至乎有一個上升咗，我哋亦都叫稱之為一個 steepening 嘅現象出現咗嘅。咁所以長期嘅息口咧，依然係維持喺一個4.5以上嘅一個水平嘅。咁而右手邊咧呢一個圖表咧，就係想俾大家睇咧，呢個信貸息差咧，依然喺一個我哋稱之為即係歷史嘅低位啦。咁而紅色嗰條線咧就係show緊一個高息債券嘅一個信貸息差，藍色嘅線咧就係一個整個大市即係主要都係一啲投資級別嘅債券嘅一個信貸息差嚟嘅。好，咁我哋睇完2025年嘅一個市況嘅回顧啦，都大概有個重溫翻2025年發生嘅咩事，同埋亦都見到大市嘅 general 嘅表現咧，亦都係唔錯嘅。咁如果我哋而家咧就可以睇一睇我哋 Endowus 投資組合嘅一個我哋叫做成績表啦，咁就可以睇到我哋嘅一個最受歡迎嘅其中一個自選旗艦組合嘅回報嘅。咁我哋嘅 Endowus 自選旗艦組合嘅回報咧，其實係有6個唔同嘅 version 嘅。咁第一個主要都係 based on 大家嘅風險嘅承受程度咧，去配置嘅。咁一個最進取嘅組合咧，就係全股票嘅組合啦。咁就係第一行你見到啦。咁喺2025年嘅表現咧，係升咗22%嘅。咁頭先講過啦，一個標普500指數，美國嘅股票指數咧，其實2025年係升咗17%嘅。咁再一次可以同大家印證啦，一個全球市場嘅配置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投資方向啦，因為可以分散風險之餘咧，亦都見到其實個表現咧，甚至乎可以跑贏美國添嘅。咁而一個最保守嘅一個債券組合啦，咁就係第6行全債券首行之選啦，其實表現亦都相當唔錯。舊年1年咧表現咧係7.7%嘅，咁對比翻一個彭博嘅全球整合指數啦，係一個債券嘅benchmark 啦，其實只係升咗4.9%嘅啫。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今年嘅我哋呢一個 flagship 自選旗艦組合嘅回報咧係相當之唔錯嘅。咁或者交俾 Edwin 同我哋分享埋我哋其餘一啲投資組合嘅回報啦。好多謝晒 Jasmine。咁我哋除咗我哋自選嘅旗艦組合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投資組合咧，適合唔同嘅投資目標嘅。咁譬如啦，想要一啲固定收息嘅朋友啦，可能就會選擇我哋叫做 Income Up 又或者入息保嘅投資組合。我哋呢度 total 咧就有3個唔同嘅收息組合嘅，分別就係穩定啦、加強啦同埋增長嘅3個組合。大家見到啦，其實上年我哋3個嘅入息保嘅組合咧，個表現都非常之樂觀。上年咧分別都有大概8.4%至到12.7%嘅。咁呢個亦都視乎翻佢本身嗰個債券組合同埋喺資產配置上面嘅分別啦。大家會見到我哋譬如增長嘅組合咧，係屬於4成股票同埋6成債券嘅一個投資組合嚟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啦，喺上年一個所有風險資產上升嘅市場底下啦，佢嗰個回報咧都比起2個純債券嘅組合咧都會比較高啲嘅。咁同埋特別提翻啦，就係同我哋嘅基準去相比嘅話咧，如果分別係穩定同埋增強嘅2個組合咧，如果相比起一個全球嘅一個固定收益指數嘅話咧，
上年2025年嘅回報咧，指數就錄得6.8%，而我哋兩個嘅收息組合咧都有8.4同埋8.5%嘅。咁我哋亦都去到下一版啦。我哋咧喺現金管理嗰度咧，亦都有啲主要係利用貨幣基金嚟組合成嘅一個活息寶投資組合嘅。咁大家會見到我哋兩個組合 Simple 同埋 Plus 嘅組合啦，上年咧都因應都相對比較高嘅短期息口啦，都有分別4.3同埋4.4% 嘅回報嘅。咁而如果係 forward looking 嘅話啦，雖然我哋見到上年嘅下半年有呢一個減息嘅趨勢，咁但係咧而家嘅兩個組合咧都分別有大概3.6至到3.9% 嘅。我哋都再睇埋最後一版。就會係我哋唔同嘅一啲比較主題型啦，又或者係衛星嘅投資組合。咁我哋分別咧就有中國股票嘅投資組合啦，亦都有可持續發展嘅股票投資組合，同埋一個就係未來趨勢嘅股票投資組合嘅。咁三個組合咧，大家都見到都錄得雙位數嘅增長，尤其是係中國股票市場嘅組合啦，上年咧有3成嘅升幅嘅。而我哋可持續發展嘅呢個主題型嘅一個股票投資組合啦，都有超過2成嘅回報。咁唯一就係我哋呢一個未來趨勢嘅投資組合啦，個回報咧就相對如果比較下嘅話咧，就遜色少少，有10.6% 嘅。咁我哋再去到下一 part。咁呢度咧，我哋都highlight 除咗一啲投資組合之外啦，我哋嘅 FundSmart 平台咧，亦都可以自己去挑選心水嘅基金啦，亦都可以逐隻咁樣去選擇同埋購買嘅。咁我哋去首先就講一講股票類型嘅基金咧，其實頭先 Jasmine 都有提過啦。上年咧都係一啲貴金屬，特別係黃金啊、銀啊呢啲資產咧表現係十分之好嘅。咁喺基金上面咧，都係投資於一個礦類型嘅股票基金啦。大家會見到第一名就係一個 Franklin 嘅一個黃金同貴金屬嘅股票基金，上年嘅升幅咧就接近200% 嘅。咁另外咧，其他嘅一啲板塊嚟睇嘅話咧，主要係一啲 biotech 啦，其他嘅一啲天然嘅資源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國家嘅一啲分配，就係一個中國股票嘅基金咧，都有錄得一個超過3成嘅升幅嘅。咁呢度都值得注意嘅就係咧，大家會見到大部分嘅基金咧，其實都係屬於一啲主動型嘅股票基金。咁而佢哋咧，亦都分別咧，其中5隻咧，有4隻咧，都係錄得一個超額嘅回報，可以 outperform 到佢哋嗰個基準嘅。咁呢個咧，其實都印證咗我哋投資團隊佢哋能夠喺市場上面揾到一啲能夠做到超額回報啦、優質嘅一啲策略，去俾到我哋嘅客戶咧去挑選同埋投資嘅。去到下一版。而喺債券基金嗰方面咧，其實都同一個主題啦。呢度咧就見到4隻基金咧都係跑贏指數嘅。咁而喺板塊嗰方面咧，都係以新興市場咧錄得最好嘅回報。頭嗰3位嘅基金啦，都係分別一啲 frontier market 啦，同埋一啲新興市場嘅債券基金為主，咁個回報咧都非常之樂觀，有超過10% 以上。就算係一啲以投資級別債券為主嘅基金，例如係一啲主權市場嘅基金啦，同埋一啲譬如 PIMCO 嘅一個靈活嘅一個收益基金咧，都有超過10% 嘅回報，同埋亦都係跑贏咗指數嘅。咁我哋去到最後一個類別啦，就係一啲多元資產同埋大眾商品嘅一啲基金。咁而走勢最好啦，表現最好嘅基金咧，就係一個投資喺大眾商品嘅實質回報嘅基金嘅一個 PIMCO 嘅基金嘅，上年亦都錄得17.7%，都係跑贏咗基準。咁另外咧，其他嘅一啲多元資產配置嘅基金咧，包括係高盛啦、Franklin Templeton 啦，同埋安聯咧，佢哋嘅多元資產基金咧，都有一個10.5至10.9% 嘅回報，都非常之好嘅。
咁我哋去到最後一 part 啦，就係我哋展望今年2026年究竟有啲乜嘢大家可以留意嘅板塊同埋一啲潛在嘅風險咧？咁呢個時間咧，亦都再交翻俾 Jasmine 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好，唔該晒 Edwin。咁啊，最後一 part 啦，嚟到講2026年嘅展望啦。咁首先我哋都想提一提大家啦，其實Endowus 我哋咧一路都鼓勵客人咧，係用一個比較分散化、多元化嘅組合去投資，咁就唔好太過依賴每一年對於市場嘅一啲推測啦，去作為你哋嘅投資決定嘅。咁但係我哋都想喺呢一度啦，提一提大家2026年需要有啲乜嘢注意嘅風險啦，同埋我哋有啲乜嘢投資嘅機遇咧，依然係見到嗰個潛力比較高嘅咧，咁都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估值水平咧，都係好多投資者咧係比較留意擔心嘅一個主題嚟嘅。咁尤其是見到美國嘅股市其實升咗咁多年啦，even 話今年表現得最差，其實都升咗17%嘅，喺我哋頭先個表度睇到。咁其實咧你會見到呢一啲咁嘅升勢咧，都唔係話淨係盲目嘅追捧，因為的而且確見到美國嘅企業獲利咧係非常之強勁嘅。咁而頭先講過啦，佢哋嘅盈利增長咧依然係有雙位數字嘅。咁所以呢一種嘅樂觀情緒咧，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冇根據。不過另一樣需要留意嘅嘢，當然就係啦。咁呢一啲咁嘅樂觀情緒啊，我哋叫做都已經反映咗喺個股價度㗎啦。咁如果萬一有啲真係未預先睇唔到嘅一啲風險，譬如話一啲真係我哋叫做地緣政治嘅風險啦，一啲政策嘅風險啦，咁其實都會對於呢一啲股價造成一啲壓力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哋認為可以做到真係幫到大家減低風險嘅做法咧。第一就係要做多少少，真係留意多少少係咪有一個分散性啦，你嘅投資就唔好太着重於某幾隻股票啦。咁第二咧，亦都係要更加了解嗰間公司嘅狀況，佢嘅基本面係咪真係夠強硬，去可以抵抗，即係若果真係有呢啲風險嘅時候咧，真係可以抵禦到長期嚟講咧，佢都係有個能力去 rebound。因為當然啦，有陣時有啲波動性咧，短期內都有機會影響嘅。所以最緊要佢係咪有一個反彈嘅能力？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好多時候我哋都認為咧，選擇一啲高質素嘅基金係幫到大家，因為始終係一個專業嘅投資團隊，佢去幫你做每一隻公司、每一隻股票、債券嘅分析咧，係會更加比我哋係更加做得仔細啦，同埋個風險管理會做得更好嘅。咁第二咧就係固定收益啦。咁固定收益咧，相信大家喺23年、24年可能都做好多定期啊，或者一啲非常之保險少少嘅一啲貨幣基金嘅投資咧，都有一個4-5厘嘅回報都唔錯啦。咁但係嚟到25年中咧，我哋開始都發現咧，呢個利息咧已經跌到可能美元嚟講咧，都嚟到4% 以下嘅水平啦。咁可能要再追求一個大概5厘嘅回報咧，大家都可能要去投入呢一個債券市場啦，要可能高少少嘅風險。咁但係我哋又見到頭先信貸利差啦，我哋叫信貸息差咧收窄咗咁多啦。咁政治政策風險啦，見到美聯儲嘅主席亦都就快換人啦。咁呢一啲咁嘅背景下咧，其實都會令到整個債券嘅市場比較波動嘅。咁我哋所以更加提倡咧，就係要主動啲管理啦。咁亦都希望一個真係有track record，即係過去表現，亦都非常之有根據，有一個良好表現嘅基金咧，亦都可以幫到大家喺呢一方面嘅投資嘅。咁第三個主題咧，亦都係我哋經常會提出嘅多元化。咁但係今年我哋可能會真係再加多少少 focus， 再加少少 emphasis，強調呢件事嘅。咁因為見過過往幾年咧，所謂嘅科技七巨頭 Mag7，其實嗰個
表現咧都帶領晒其整體嘅指數、整體大市嘅回報。咁但係見到25年咧，其實呢一個情況咧已經開始有所改變。頭先講過啦，已經帶領到其實其他嘅市場或者其他嘅板塊咧都一齊真係追趕上嚟啦。咁我哋期待即係2026年咧都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嘅。咁預期去揀去貼邊一隻會比會得更好。咁我哋覺得多元化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策略啦。咁喺市值上面、地理上面，甚至板塊上面咧都可以做多少少。咁最後我哋想再分享多一個睇法啦。咁就係其實市場嘅風險咧，有陣時都好難預計，所以我哋認為，與其等下一個風險嚟臨之後先至投資嘅話咧，其實我哋更加相信要 time in the market， 你要堅守投資，咁個回報咧其實真係會比你 time嗰個市場諗下幾時入去幾時出去咧嚟得更加有效率嘅。咁呢一個圖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到啦。若果由1970年嘅1月開始啊，我哋擺1蚊去一個全球嘅股票市場咧，嚟到今時今日或者嚟到2024年啦，我哋做到2024年嘅呢個測試，其實已經升咗117倍㗎啦。咁當中你見到經歷過無數次嘅一啲我哋叫做金融危機啊，一啲政治事件啊，咁其實都見到個市場咧，其實喺一個長時期嘅投資時間嚟講嘅話咧，都有一個好強嘅反彈或者恢復嘅能力。咁所以都希望呢一個圖都可以俾大家一個溫馨提示啦。最緊要我哋都係要做多少少嘅分散啦，咁同埋要理解到自己嘅投資嘅風險承受能力喺邊一度，咁我哋設定好呢一個目標，呢一個風險嘅管理咧，其實堅守投資咧，將會為大家得到一個更有效率嘅回報嘅。好，咁我哋今日嘅年度2025年嘅一個年度回顧咧，咁就喺呢一度就分享結束啦。咁希望下一次可以再同大家會面。多謝。